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初4，咱要对申命记第8章读到第1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8章，今仔日我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恁着切实遵行，互恁通活。人数加添真多，入去承接上主立誓应允要互恁列祖的地。恁嘛着会记得上主恁的上帝这40年带恁伫旷野行过的路，互恁谦卑，甲恁考验，要知恁有对心底遵守伊的诫命也无。伊甲恁磨练，互恁骄傲，用恁甲恁的列祖拢毋捌的吗哪养饲恁，是要互恁知，人伫活，毋若活靠饼，是活靠对上主的喙所出的逐句话。这40年，恁的衫裤无破，恁的骹嘛无碰拍。恁着知，上主恁的上帝管教恁，亲像人伫管教伊的囝儿，所以恁着遵守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行伊的道路，敬畏伊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带恁入去迄个水的地，遐有溪，有水泉，阁有地下水对山谷甲山顶流出来。遐有出产大麦、小麦、葡萄、无花果、石榴，阁出产橄榄油甲蜜。恁伫遐是食物充足，连一项拢无欠。伫遐的石头有铁，山内会当挖着铜，恁会食到饱，就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所赏赐恁富足的地，学了伊，恁着谨慎，才免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无遵守我今仔日所吩咐上主的诫命、命令甲规例。恁食饱，有好的厝通徛，牛、羊、金、银，以及恁所有的，拢加添真多的时，着谨慎，才免恁自高骄傲，煞袂记得甲恁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厝带出来的上帝，恁的上帝。伊带恁经过迄个大阁通行的旷野，是打扫无水的地，遐有毒蛇、野虫。伊有为着恁，互水对顶的石盘流出来。伊阁伫旷野用恁的列祖毋捌的吗哪养饲恁，是要考验恁，互恁谦卑，到尾是要互恁得到福气，才免恁心内想讲，我靠家己的气力能力得到这的产业。恁着会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恁得到产业的气力是伊互恁的，是要实现伊对恁的列祖立誓设立的约。甲今仔日相款，恁若真正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去对别个神明服侍敬拜因，我今仔日严严甲恁警告，恁一定会灭亡。上主互恁看到伊安怎消灭遐民族，恁嘛会安尼消灭，因为恁毋听探上主恁的上帝的话。第9章，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恁今仔日要过约旦河，去征服遐个比恁较强大的国，因的城大佮坚固，悬到拄天，因的人民悬强大汉，是恁所知的阿拉人。恁捌听人讲，啥人会当对抗阿拉人？
今仔日恁着知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头前过去，亲像吞灭的火，要甲因消灭，互因屈服伫恁的面前。恁着照上主的命令，甲因赶出去，紧紧甲因消灭。上主恁的上帝为着恁将因赶出去了后，恁心内毋通想讲，上主带阮征服即块地，是因为阮的功德。其实，上主是因为遐个国邪恶，才甲因赶走。恁入去占领因的地，并毋是因为恁有甚物功德，嘛毋是因为恁的心正直，是因为这个国邪恶。上主恁的上帝才会甲因赶走。因为上主要实现伊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的应允。恁着知，上主恁的上帝用水的地赏赐恁做产业，毋是因为恁的功德，其实恁是心意固执的民族。恁着记好条，毋通袂记定。恁伫旷野惹上主恁的上帝生气，对恁出埃及地迄日，到恁来到即个所在，恁常常背逆上主，恁伫何烈山阁惹上主生气，直到上主发生气，要甲恁消灭。迄时我已经上山，要领受上主甲恁立约的石板。我伫山里40暝日，无食无啉。上主将伊亲手写的2块石板交互我，迄顶面写的是上主伫恁举行大会的日，伫山顶的会宴中对恁所讲一切的话。40暝日了后，上主用迄2块有写名约的石板交代我。上主对我讲：“起来，赶紧对遮落去。你对埃及带出来的人民已经对了，因真紧偏离我命令因的道路，为家己筑一身偶像。”上主阁甲我讲：“我看即个民族真正是心意固执的民族。你出在我要甲因消灭，对天下撤销因的名。我要互你成做比因较强、人较侪的国家。我双手摕2块约棒，我转身落山，山有火在烧。我一直看到恁已经得罪上主恁的上帝，为家己筑一只牛仔，真紧偏离上主所命令恁的道路。我就将迄2块石板下落去，伫恁的目睭前摔甲碎碎，因为恁所犯一切的罪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惹伊生气。我阁一遍拍伫上主的面前40暝日，无食无啉。迄时上主大大生气，要甲恁消灭。我就非常惊吓，毋过上主阁一遍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嘛对阿伦非常生气，甚至要互伊死。像迄时，我就为着阿伦祈祷。我替恁犯罪的物，就是恁住的牛仔上用火烧，甲伊讲碎，扔甲亲像涂粉遐尼油，佮甲遮个压伫对山顶流落来的颗粒。恁伫塔比拉、玛萨、吉普罗、哈塔瓦，佮叫上主生气。上主命令恁离开加迪斯巴尼亚，讲恁去占领我赏赐恁的地。迄时恁违背上主恁的上帝命令，毋相信伊，毋听探伊的话，对我捌恁的日起，
恁常常背逆上主。我因为上主讲要消灭恁，就40米日拍伫上主的面前。我对上主祈祷讲：至高的上主，求你毋通消灭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。因是你用大权能甲因救赎，用大气力的手甲因对埃及带出来的子民。求你会记得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毋通看即个子民的异心、邪恶甲因的罪过。这免埃及人讲，上主无法度带因入去伊应允因的地，佮因为怨恨因，所以带因出去，要伫旷野甲因消灭。毋过，因是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你有用大权能，佮伸出大气力的手，甲因带出来。第10章，迄时上主甲我讲：你着拍两地，甲以前同款的石板，上山来我遮，用木材做一个柜。你顶回摔破的石板顶面的话，我要搁写伫真两块石板顶面。你着甲因下伫迄个约柜内面。我就用金合欢木做一个柜，搁拍两块甲以前同款的石板，然后亲手摕真两块石板上山。上主将伊伫大会的日，伫山顶的火焰中对恁讲的10条诫，照以前所写的写伫迄两块石板。上主就将这个交代我。我活转身落山，照上主的命令，将石板下伫我做的约柜内面。到现在还伫遐。以色列人对阿干人的水井遐出发，来到摩西勒，阿伦死伫遐，嘛安葬伫遐。伊的囝以利亚撒续接伊担任祭司。因对遐出发，经过各高大，到约巴他，伫遐有真侪条溪。迄时上主竞选利未之族，跟上主的约柜，徛伫上主的面前服侍伊，奉伊的名祝福，直到今仔日。所以利未之族伫因同胞的中间无分着产业。照上主恁的上帝甲因讲的，上主就是因的产业。我搁一遍伫山顶40米日，这遍上主搁听我的恳求，无甲恁消灭。上主对我讲：你起来，带这的人民进前，入去占领我对因的列祖立誓要互因的地。以色列人，这就是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要求。只有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听伊，专心专情服侍伊，遵守我今仔日所颁布上主的诫命甲规例，互恁通得到福气。看咧，天甲至悬的天，地甲地上的万米，拢属上主恁的上帝。上主只有伊爱恁的列祖，听因。伫万民中竞选因的后代，就是恁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所以恁着甲恁的心行甲咧，毋通搁疑心固执。上主恁的上帝是万神的神，万主的主，是至大权能通敬畏的上帝。伊袂看人的身份对待人。嘛袂受贿赂，伊为着孤儿寡妇伸冤，搁听出外人，互因食，互因穿。恁着听出外人，因为恁嘛捌伫埃及地做出外人。恁着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服侍伊，忠诚跟对伊，奉伊的名咒詛。伊着称赞伊。
伊是恁的上帝，恁捌亲目看着伊为着恁做大搁通行的事。恁的列祖落去埃及的时只有70人，现在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。第11章，恁着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常常遵守伊所吩咐的，伊的规例、命令、诫命，恁着知。我今仔日是对恁，毋是对恁的囝儿讲话，因毋知，嘛无看着上主恁的上帝的管教伟大，伊大溃烂的手甲伸出来的手骨，以及伊伫埃及对法老甲埃及全国所行的生业，甲伊安怎对付埃及的军兵、战马甲战车，就是伫因对入恁的时，安怎互红海的水甲因淹死，彻底甲因消灭。搁恁来到即个所在以前，伊伫旷野安怎款待恁？搁伊安怎对待鲁本的后代以利押的囝大坦甲阿比兰？伫以色列人的面前，互地开喙吞灭因的家属、因的布片，以及因所有的奴仆甲精生。只有恁有亲目看到上主所做一切伟大的作为，恁着遵守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恁才有气力入去占领恁要过去承接的地，佮互恁会当久长徛起伫上主立誓要赏赐恁的列祖甲因的后代的地，就是迄个流年甲蜜的地。恁要入去承接的地，甲恁对遐出来的埃及地无共款。恁伫遐的菜园着野种子，搭水车灌压。毋过，恁要入去承接的地是有山、有山谷，佮有雨水润泽的土地，是上主恁的上帝规年通天伫照顾，目睭常常伫看顾的地。恁若真正听从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全心全情服侍伊，伊就要照时为着恁的土地，降春霖秋雨，互恁通收成五谷、新酒甲新油，嘛互恁的产业发草，通饲精生。安尼，恁就要得到帮助，着谨慎，才免恁的心受迷惑，离开上主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，直到上主对恁发大生气，将天关密无落雨，地无出产，恁就会真紧伫上主所赏赐恁水的地灭亡。恁得将我的话记伫恁的心内，存伫恁的意念，嘛得绑伫手里做记号，绑伫头额提醒。搁得教示恁的囝儿，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，倒地也是起来，拢得念互因听。得写伫厝的门徛，嘛得写伫城门。安尼，恁甲恁的子孙就通伫上主对恁的列祖立誓，赏赐因的土地久长徛起，亲像天地存在遐久。恁若切实遵行我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忠诚跟对伊，上主就要伫恁面前将遮的人民赶走。恁嘛要征服遮个比恁较强大的国，恁的脚踏过的地，拢要做恁的产业。对南边的旷野到北边的
巴嫩对东边的幼发列支河到西边的地中海，拢要争做恁的领土，无一个人会当对抗恁。上主恁的上帝要照伊对恁的应允，互恁踏过的地的居民，拢惊恁、论恁。看咧，我今仔日将祝福甲咒诅摆伫恁的面前，恁若遵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，就会得到祝福。恁若毋顺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偏离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着行的道路，去军队恁毋捌的神明，就会受咒诅。上主恁的上帝带恁入去占领遐的地时，恁着伫基利心山宣布祝福，伫以巴路山宣布咒诅。这两个山是伫约旦河西边日落的所在，就是伫迦南人徛起的阿拉巴地区甲吉甲三队。我郡摩尼上丘的所在，恁得要过约旦河入去得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互恁做产业的地，伫遐徛起，恁着温群遵行我今仔日颁布互恁一切的规例甲命令。第12章，恁住伫上主恁的列祖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时，着遵守下面遮的规例甲命令。恁要占领的国家，因的人民伫服侍神明的所在，无论伫悬山、伫小山、伫青翠的树下面，拢着甲毁坏。恁嘛着拆毁因的祭坛，讲喙因的石条上，用火烧因的阿舍勒女神的身上，切断因雕刻的偶像，互人袂过去遐的所在敬拜。恁毋通学因的方式服侍上主恁的上帝，只有通伫上主恁的上帝将来对恁的支族竞选的所在敬拜伊，找求伊，将恁的烧化祭、别款的祭物、1/10的奉献，其他的礼物、谢愿的祭、甘心献的祭，以及头上生的牛甲羊，拢带去遐。伫遐，恁甲恁的家眷，着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啉食，为着伊伫恁所做的一切，甲恁祝福来欢喜。咱今仔日还未去到上主咱的上帝赏赐咱安息甲做产业的地，逐个人照家己看做对的去做，将来入去了后就毋通安尼。恁过约旦河去住伫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生食的地，佮互恁无受四围对敌的搅扰，得到太平、安居乐业。迄时，上主恁的上帝会竞选一个互恁通敬拜伊的所在，恁着照我的命令，将烧化祭、别款的祭物、1/10的奉献，其他的礼物，以及恁对上主下愿要献的好物，拢带去遐献互伊。恁甲恁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，拢着甲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，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做伙欢喜。第二个点，利未人伫恁中间无分着产业，恁着谨慎，毋通伫恁看介意的所在献烧化祭，只有通伫上主所竞选某一个支族的所在献烧化祭，搁伫遐照我所命令恁的一切去做。恁伫恁所住的所在，通照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福分，照恁的
意思，太精神食肉。无论礼仪上清气还是无清气的人，拢通食。亲像在食羚羊甲鹿，毋过血毋通食，着拼伫涂骹，亲像在拼水。恁的五穀、新酒、新油，1/10的奉献，头上生的牛、羊，下愿要献的物，甘心献的祭，也是其他的礼物，拢毋通伫恁住的所在食。只有通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，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，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，伫上主的面前做伙啉食，做伙欢喜，享受恁的手所做的成果，着谨慎。恁住伫恁的土地，着永远照顾利未人。上主恁的上帝，照伊的应允，互恁的土地扩展的时，恁若想讲要食肉，就通照恁的意思食。上主恁的上帝竞选要做恁敬拜伊的所在，若离恁真远，恁通照我的命令，将上主赏赐的牛、羊，照恁所爱，伫恁住的所在摕来食。恁礼仪上清气甲无清气的人，通做伙食，亲像在食羚羊甲鹿。毋过绝对毋通食血，因为血是性命。恁毋通肉甲性命做伙食，血毋通食，着拼伫涂骹，亲像在拼水。毋通食血，恁甲恁的后代就会得到福气，因为恁安尼做是上帝看做对的事。恁的祭物甲社员的祭，拢着带去上主要竞选的所在。恁的烧化祭的肉甲血，着献伫上主恁的上帝的祭坛顶。其他的祭物血，着拼伫上主恁的上帝的坛顶。肉恁通食。我所命令恁遮的话，恁拢着遵守听从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好、看做对的事。安尼，恁甲恁的后代就会永远得到福气。上主恁的上帝伫恁的面前，将遐国的人民赶走、消灭，互恁占领因的地，伫遐徛起。迄时，恁着谨慎，毋通伫因消灭了后学因，煞陷落因的罗网，毋通探听因拜神明的事，讲这人民安怎在服侍因的神明，阮嘛要安尼做。恁毋通用因的方式服侍上主恁的上帝，因为因服侍因的神明的时，做上主痛恨厌恶的事，甚至烧因的囝、查某囝献互因的神明。我命令恁的，恁拢着切实遵行，毋通加添，嘛毋通减少。咱今仔读圣经节伫申命记第8章到第12章。